来看行政院按算3档要投入12亿来协助地方处理垃圾的问题。环境部长彭启明向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话，请台北市嘛协助其他县市来烧垃圾。蒋万安讲，彭启明唔捌甲伊参详哦，伊嘛建议中央对源头就要开始来进行垃圾的管理。目前台北市我们也面临各个焚化炉他们相对的老旧。二方面，我们也面临大幅整改的需求，所以我们必须考量到台北市焚烧垃圾的整体安全。所以我也建议中央其实可以思考怎么样从源头做一个管理。蒋万安表示讲，台北市已经协助桃园跟云林等县市烧垃圾，嘛强调讲，台北市推动随垃圾袋仔征收的专用垃圾袋仔的政策，所以一号垃圾减量65%，所以建议中央应该对源头垃圾减量来做，彻底来解决问题。